这杨世大给你出去你妈的，但他这个有难民呢，他忙把那你当看得吃个呢，跟我个这个跟我地方那公司看的哟。嘿嘿，你看说的呗，都过了，三个开国民党，三个国民党啦，呢，这样是那半天，run不起骨头的，在没当下不地的。最近你们开车没起来咋车没了吧？因为他开车说他咋车说，特别迷茫的这个人，半天run不起咋车没了，最近你们咋车没了的呢？他咋车说的？搞来说来什么？特别迷茫的这，河南那边迷茫，去了那边迷茫，很叫我run不起的。他这咋车没了？像他的。说咋起个的什么？特别迷茫的些咋起个的，叫我的问题就是把咋起个的什么的，像那就咋起个的什么通过名头。